先啊，继续来看网络顶有一段影片，是高雄客运的公车顶，有一个男乘客已经过站，但是要求司机伫咧路边来停车。司机是安尼好声好说，请伊先坐落来较安全。也毋过这个男子真无欢喜，坚持要徛咧。其他旅客甲讲，伊嘛拢听袂落去。最后是司机嘛起性地，竟然就甲公车停伫咧大路中，要等这个男子坐落来，才要阁继续来开车。但是安尼已经违法了。高雄客运讲，未来会加强内部的教育。先坐着，我不要坐着。穿蓝衫的查甫人徛伫咧公车顶，人叫伊坐落来，伊就是歹坐。就你在而已，我干嘛坐啦？你快开啦！现在是怎样啦？想什么啦？查甫人的口气是愈来愈歹，公车司机的态度嘛硬扁扁。若是乘客不爱坐落来，伊就歹驶车。只不过今日看公车头前，敢若大家拢伫咧档案中，看出灯驶伫咧大路中。只不过公车司机含穿蓝衫的查甫人，拢讲袂出车，坚持家己意见。司机甚至甲公车规台停伫咧大路中，互其他乘客拢看甲杠起。这事情不能怪公车司机啊。怎么说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为了乘客安全啊。你不坐下来，万一跌倒了怎么样？那谁负责？直接把车子停在路上，这样也不是很安全的。这台北控苏伊士路线公车是高雄客运驶伫咧建工路顶的公车，上下班的时间车辆大，乘客嘛真多。进前穿蓝衫的查甫人坐过站，要求司机伫咧路边停车。司机是哪塞车，跟他好了解口控。可能说拜托一下，先麻烦做好，我才会放心啦。他就越说口气越不好。那本来就很为难啊，我就干脆就直接停在路边，等他坐下，我再开车就好了。客运公司的主管讲，定定爱听车顶乘客伫咧讲啥，好真侪司机头壳满咧烧，搁再加上司机就伫咧歹车，搁爱定定加班，上班的心情是真歹。毋过，甲车辆停伫咧大路中已经违法，然后坐伫咧车顶的乘客是坐甲会心惊胆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